伫咧泰国呢，若是满21岁男性拢爱抽考决定今年敢爱入伍去做兵。伫现场也常常看到这下性别者出现，伊也来到现场申请免做兵。征兵的报道柜台头前，真侪人摕到个人资料甲通知单准备抽签，也毋过会场内底所有几多名真特别的看性别的人，因拢是到征兵年会定照入伍的人，准备要借出申请延后也是免除兵役。青白衫的卡尼卡今年23岁，这是伊第3届的申请免除做兵。 คือวันนี้ค่ะจะเข้ามารับตรวจเลือกค่ะแต่ว่า2 ปีที่ผ่านมาค่ะเป็นผ่อนผันแต่ว่าปีนี้ค่ะพร้อมแล้วค่ะเพราะว่ามีหลักฐานทางการแพทย์มายื่นให้ค่ะ 伫队伍内底有另外一名穿黑衫看性别女性桑罗布，因为今年拄好满21岁，是头一届来申请延后做兵。伊嘛表示，若是征兵官坚持要求伊做兵，伊嘛会接受。今年4月，泰国拢会征兵，就算是出家做和尚，只要年岁满21岁的男性，拢需要用抽签决定是毋是爱做兵，会一直抽签到年岁满26岁为止。红色的签代表爱做兵2年，黑色的签就是今年免做兵，若是拒绝做兵，就爱服刑3冬。泰国是征兵 制度的国家，也毋过泰国军队一直传出不当管教的军中人权问题，造成真侪士兵伫军中因为不明的原因无命，加上士兵佫真有可能爱去战场。好，泰国真侪少年人真惊爱去做兵，泰国民间真侪党内嘛一直有要求废除征兵制度的声音。伫咧泰国兵役法的规定内底，嘛接受做刑抗变性的查甫人，另外佮向军方提交医疗证明文件，经过心理学家证明有性别认知的问题，军方就应该因分做第2类别的男性免除兵役。若无医疗证明的人，会互分去第3类别的男性，会当申请延后兵役，再由征兵官来决定是毋是爱因做兵。讲是新闻台是同朋友。